歡迎收看福喜來航空比報，觀眾朋友唔記得嘛？航空比報啊，是小嘅朱宗慶嘅大金樂團咯。上擺佢來也嘅時節來小嘅係兒童嘅音樂會嘅發通咯。根本呢，佢就來到現場嚟，為了報本大家嘅目標用嘅發通咯，就係由3年1擺嘅台灣國際大金樂節咯。我哋由5月份嘅時節就開始嘅哦。故所咧，一下就先來欣賞一下佢條精彩嘅影片咯。哇！真緊呢，特辦看到也注重聽嘅樂團帶來嘅發通還係啱精彩就錯嘅。故所以也係呢就先來分享，根本呢來賓咩係算係航空比報嘅好朋友啊！合巴注重聽嘅合巴代表嘅就係也資深資深嘅一類樂手就王坤陽先生。主持人還有所有電視台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王坤陽，我係朱宗慶打擊樂團嘅資深嘅團員。咩合巴嘅代表就錯嘅係冇，因為特辦也航空比報來報本大家也有關也注重聽啊，搭建樂團嘅時節就被邀請，就會麻煩也王先生來到現場，然後大家分享。不過上擺去年嘅時間，我記得大家唔知還記得啲也作風有動到新年嘅舊嘅零零敖嘅東西根本呢來小嘅較國際化係冇，係無強用嘅。呢一擺特別帶來無強用嘅表演，愛來小嘅本大家來欣賞。從1993年開始，朱宗慶老師就開始辦國際嘅大金樂節，每3年這樣1擺。按到今年呢5月係我哋嘅第8屆，呢一擺呢咩邀請當多嘅國外當厲害嘅團體，還有嘅國人來台灣表演，總共有14個國家嘅人來攝團，台灣從北到南總共有30場，所以有當多嘅朋友做啲鄉下來欣賞啊，用當。嗰個1擺今年呢係唔係算較大啲咧？因為剛下講嘅有14個國家，唔講唔係講一個國家就一團聽聽哦，像美國啊就有無強用嘅係冇。14個國家係有樣是最大嘅1擺，最多國家嘅1擺。唔過人數咩當多，因為呢一擺請表演嘅人呢，只有70幾場，唔過有當多團啦，當多國家來，又有安排佢哋到唔係請台北，又到中部、南部，還特別到東部來，所以今年呢呢一擺國際大金樂節呢，又到宜蘭、然後台東，兩邊我哋就嘅第1擺，來安排啲國外東部嘅表演，算係第1擺。不過剛下先生有講到啊，就係TIPC 也就發通啲1993年就開始嘅，不過喺到2011年嘅時間，將改做係規則台灣嘅順序，冇一翻一開始嘅時間，請喺台北聽聽。剛開始嘅時間，1993年改版就從台北辦廳，就從台北嘅國家音樂廳辦總共6個國家。嗰個幾種是喊做唔係台灣國際大金樂，台北國際大金樂節。從上一屆就係2011年，第1擺有巡迴，就係用嘅係南部年有啲抗議係冇？該有樣子，當到朋友該時間以前我特別來到台北來看。重提啦，沒有影響。咩？因為國外團體來，有時嘅時間咩冇按到，冇法度來到幾個禮拜，可能來3日，就頭2日從台北排練，後來就表演了，後佢就會轉去，冇再去另外一個國家表演。呢一擺嘅朱老師希望所有嘅團體做得從台灣。停留較久嘅時間，所以安排當多嘅，全部安排1禮拜，一天可以佢哋就留下來，做唔得講做搶台北表演添，因為了萬台灣有當多非常熱情嘅嘅觀眾上海來看大劇院。哇，真勁嘅啊！知道注重聽樂團雖然講係台灣嘅大金樂團地段，算係
很老名声，就是青雄名一开始咩东久以前就开始做的吼，青走。不过佢也就一进来吼，就一出以来吼，就一来进求新求变呐。你看像你去家就喺台北就好嘅咩吼，冇哦，呢人一年有冇就开始哦，做唔得，要全台湾安尼顺便吧。跳唔呀掉呢？该当然了，系冇。该是其次啦哈。公司在朱老师第一个想法就会讲，要本越多的人来看，哎呦，你的推广上有也有意判列上法通上有意。第二呢，外国咧掠到大企业家来到台湾，佢咩唔好讲就。抢看到台北了，地方的，咩做的顺沙，吼，咩去酸老老也好，也去有许多个位去设计位的小吃啊，吼，啊咩看风景咩做的安尼，进一步哈，看认识台湾，拼观光啦，吼，咩做的，小计下所以你要讲整个哈，为本全国际上的大企业家，一趟啊到台湾，哦，唔像迄讲。音乐当厉害，人观众咩当热情啊，食的东西也好食，教育好了，哎呦，都全面呢。唔讲吼，刚刚先生讲到的，就1993年就开始有一国际化的吼，也就发通，可能一开始的时间爱去甲去请啊，吼国际风啊，吼世界风有哪条有名的，含迄较有特色的，这样是可以去甲请。唔过也几年后做按旧以来，迄唔迄就开始会有人去甲人毛遂自荐去甲报名。有呀，两万从礼拜2013年，好，2013年我们就已经，我哋就已经接听所有的节目咧。我去年就已经接听好了，唔免讲了万张了。不过了接听以前的两年，就喺上一个2011年的时间，就有人开始来报名的。就咩讲做得个内幕啊，咩好多报名冇一只规天的时间啦，有人会寄来也系透过。其他熟识的朋友介绍讲哦，那只国家有一只团体，佢哋都没有兴趣上来 TIPC， 好，不过呢条东西，你输来了后，好，详细来看了，嘿，就大家开会，特别係朱老师老团员，大家讨论讲，礼拜你的主题係乜嘅？好，哪一只团体，它有适合呢只主题。第二，呢只团体係咩有嘅新鲜的特別的特色，也係講佢哋就馬上來過嘅，你大家都期待。所以哎呦，慢慢的結聽啊。朱老師還有一個特別的想法，就係講一隻國家，你搶最好嘅來，所以。國家嘅數目越多越好，唔係講全部日本也全部美國嘅，哎用就較無國際化，所以你要擺特別5大洲，都有歐美亞大洋洲、老非洲，T拜五族全部都有。哇，唔過你剛才有講到吼，喺特拜啲嘅做演出嘅時間就有主題，像禮拜嘅主題係乜嘢呢？禮拜 T 拜嘅主題哦，動能無限。動能，有看過朱宗慶嘅吼，大金貓嘅吼，我團嘅表演吼，我聽說知道吼，就係朱宗慶嘅我團吼，特別喺打擊嘅時間哦，輕動能哦，輕動感啊，係冇？動感是可能係因為打嘅節奏吼，唔係講特別去搖啦哈，就講身體係冇停同嘅班樣嘅打吼。係啊，所以因為你哋打嘅時間數不能做得同，樂器做冇咁樣嘅素材，人做得停同，所以看起來較有動感是有樣。動能無限的意思是講，你係因為全世界打金樂嘅潮流哈，就全部跨界動到，唔係唱音樂，有的會撈舞蹈結合，有的會撈劇場，像應該有燈光秀嘅啊，還有剛剛那個從一些特效，譬如說用水，也用甚至於剛剛那個鋼架，整個立體化，所以你從看音樂會唔係唱躺聽，你知道嗎？看嘅東西當重要。像方面後面做的看到也係表演特技，係冇？錯。係啊，13年喺度點做嘛？係，你係一隻法國咧大金樂團，嚇，非常嘅特別，佢總共上40天，不過有2-3係專門跳舞嘅，所以叫做
击舞团打击然后舞蹈结合的。啊，不过唔免讲亮啥打亮啥跳天哦，迄打的人其实做的动作要唱跳舞，啊跳舞的人跳要爱去打，所以。嗰种迄四杀周青就爱跳又爱打安尼。所以安用的团体慢慢朝全世界变东流行，因为佢要做得本人观众以前较爱看舞蹈的观众，佢要做得来看，喜欢听打击乐，佢来看咩感觉动亲切，不过又有新的刺激。哇，我知道吼，真正迄看到按到世界风和国际风的吼，有动到某种样变化吼，对啊，注重听乐团来讲，係唔係咩係咧进步的动力？因为可能一开始大家知道就会打紧乐器的话就打好就好的，稳就晒 V 的就好的，安尼。不过看到按到某种样的吼，係唔係咩會減呢咧動到新的想法？你講了，真嘅咧，動非常內行嘅話，因為朱老師上多嘅事情最重要就是講，當然判了發通動辛苦、動花錢、該做我要記得嘅部分。聽你講為台灣做動多愛搞嘅事情，聽你音樂。对台灣的觀眾更多滿足感，有看到全世界，唔是出國啊，一個禮拜就做嚟看12個國家音樂，咱個最重要的，就係對朱宗慶打擊樂團本身，吸收很多的，不管是視野，也係資源，即個係團員類嘅訓練，所以我哋就唔係搶講，愛接待，愛留啲安排，係啊，所以啲安樣嘅。規則發通下來吼，你就因為我哋就團有3團，一團、2團、3團，較後生嘅啲就要因為安樣嘅發通學習當家，以後咩做得接上來，繼續來做安樣當國際當專業嘅發通。像按呢方，人家就喺團員底度，係唔係咩愛學來學下跳舞啊、戲劇啊，嘛個就愛愛嘅用嘅呢？按係懂詞言呢？要麼其實朱宗慶打擊樂團嘅表演地位都咩動多安樣嘅結合咧，像係去年樂團有一張戲劇嘅吉樂劇場的木蘭花木蘭的木蘭，該做然後京劇結合，所以團員咩愛武打的那個練那個棍棒啊，像該京劇武打的那些，咩愛扎馬步愛訓練，該真係一類新嘅從事吼，係該是有樣新的嘗試。資深啊，唔係嘛，自成嘅東西上，唔知講咩愛哦。咩愛做帶頭來做啊？你知道除咗呀打擊樂以外，可能家還有更多其他訓練，乜家對人來講係較困難呢？其實每個國家都有佢自家文化，文化地位都一定有打擊樂嘅樂器。我哋就對我哋就嚟講，較困難嘅就係我學人咧個傳統嘅樂器，該是當困難嘅，因為就像而家非洲人表演咧，雖然講佢鼓打到當好，不過佢來到台灣，愛學呢啲，你又要唱緊鑼啊、把傳統嘅東西，佢都聽盲食看過，咩唔點樣用嚟用，了解嘅樂器啊、特性係咪？要愛學你又要給佢特別嘅節奏，該做較困難。所以我哋就咩，因為按用辦按到嘅國際打擊樂節了後，開始咩接觸當多無共樣國家嘅樂器。對自家嘅數目咩動態就錯嘅。動態，所以我哋就了解咧，講起表演咩有當多嘅，有非洲嘅，有歐洲嘅，咩有當多千奇怪盲食看到嘅，基本咩有帶掉來，等下做啲技術問題。哇！家下有聽到吼，王先生講到按到吼，家下慶祝要嘅講到100嘅吼，台灣嘅國際打擊樂節吼，請特別係五太族哦，哇按到嘅國家來到現場吼，來做一啲表演咯。故所咧，下一趟還有乜個精彩嘅表演，等下就報本大家知哦，也下先來去看下。
歡迎轉到現場，今日的航空比報報大家第一咧，就是也3年1擺嘅吼，台灣國際嘅國際化嘅大金樂節吼，就第5月份一下吼就會開始嘅吼，就是下禮拜26號嘅時間吼就開始到6月初1咯。今日你們當歡喜做得邀請到嘅吼，也主辦咧吼，就係注重傾吼大金樂團啊，咁還有講到吼，一擺係5太族14隻國家嘅吼，做得來請也王先生來頭家。小記下有哪幾隻國家？有幾個目標用特色啊？其實當然14隻國家當多，你用5太族來分，當然從亞洲開始，開始咧亞洲台灣以外還有馬來西亞嘅，馬來西亞咩當替辦來台灣表演按用。按權咧，亞洲嘅國家替辦到 TIPC 表演，咩當好嘅一隻團體，還有從禮拜歐洲啦，歐洲有當多國家，有法國、丹麥、德國。還有荷蘭，呢幾隻國家全部 NED 全部靠西方嘅，從而家古典音樂這個歐洲為主流的哈。從方面講一下看到嘅係哪隻團咯？好，另外你看到嘅兩隻就係馬來西亞嘅手集團，兩隻數級團，兩隻大金樂團。成立從1997年開始，不過佢哋都有當成去團演，大部分全部華人。不過因為佢文化從馬來西亞當都有馬來人的文化，地理的位置呢就從東南亞，所以佢也有受到印尼的影響，還有印度的影響。因為見馬來西亞本身就係咧人種同複雜嘅錯，所以佢哋都表現出來嘅音樂嘅文化，然後你講像中國人咧，也係講菲律賓，也係印度，有無咁樣叫融合當多特色強下。因為剛才有看到一啲特，也就當唱喺台灣。中國梗要中華文化錯嘅，因為佢哋都係華人嘛，所以像呢個舞龍舞獅嘅佢哋都沒有學。沒有一系列就學錯嘅，就做一類融合就錯嘅，大家就做得啲呀手集團係冇，地度看到。呢一個團體我知道係因為朱老師呢一個表演，佢哋就看到嚟了，有將來成立嘅，當成是因為97年嘅時間，96年來台灣，佢係因為看咧注重傾嘅 TIPC 佢來台灣來看，我哋就要聽呢個係盲表演咯，係冇？96年第2屆台灣嘅打擊樂節，就採用了 TIPC 佢來看。看了後，其實決心我轉去馬來西亞，衝了就係。哇！有咩動貼片呢？古時候注重傾學大金樂團正經造福咩造就嘅動到年就錯嘅。遠在馬來西亞，咩因為用嘅影響，將來成立呢隻團。兩萬三邊講，呢隻手集團係成為了馬來西亞最重要嘅打擊樂團。唔過唱也係替代來嘅，咩有學就係以前學咩有來過嘅唱喺荷蘭嘅咩來過。好多皮克沙打擊樂團，呢一隻團體真細沙聽哦，唔過佢熱力十足，幾場嘅做用90分鐘，做4隻表演，當熱鬧熱，佢方面紅咗廿四隻，做廿四隻，大敗就廿四隻係冇，帥哥，係冇強用嘅你，冇，一生都從創始都兩萬做廿四隻，唔會老就錯嘅，當有體力，當有活力，呢一隻團體嘅特色呢？在荷蘭兩面強用係因為阿姆斯特丹呢隻港口咩當國際化，所以佢也有歐洲嘅文化，因為貿易嘅關係，也有非洲的，也有拉丁嘅，還有日本嘅，因為當到日本嘅僑民從嘅荷蘭移民，所以佢哋就咩學打嘅日本嘅太鼓，唔過唔咩到你印象鬼太鼓嘅款強用，佢要把它打到那個太鼓嘅樂器打到衝人嘅拉丁啊，樣很熱情。所以當要成次一個融合嘅樂團。唔過要加上入排學，嗌因為嗌看到資料學，嗌看到哎呦大金樂就大金樂團就好咩？佢要愛舞蹈，好要愛可能會做戲係聽錯愛啦，好要愛變魔術呢，加 magic 安尼一下呢。因為嗰陣時兩萬潮流，是因為大家表演看到咧。
兩班東島表演團體就喜歡留觀眾互動，所以有啲位按用神奇嘅表演呢，不管用魔術也係互動帶遊戲，按用嘅觀眾會較有參與感。從一條嘅國家嘅團體吼，佢也就會聽講第七家做得來到台灣也 TIPC 嘅時節，將呢度一擺發通來專門來設計佢嘅咧表演，含係佢就會用佢青彩虹嘅東西來表演。大部分嘅呢度出來通樂團嘅時節，都已經看到佢最代表性嘅、最有代表嘅、最好嘅、最有名嘅表演。所以我呢度邀請嘅時節，就會留佢講。我呢度希望表演兩隻節目來，當然你唔係講完全一天嘅，佢開始講，我有新嘅表演做題目啊，當然要分享啊，因為要從台灣來做第一擺世界巡演，我講我呢度要喊他分享。嗰陣學剛剛有講到嘅，就係亞洲嘅，還有就係亞荷蘭嘅、歐洲嘅，還有美洲有加拿大嘅，沒有美國嘅，美國大家都啲最有名就爵士樂，爵士樂啲都你打擊樂就爵士鼓就最代表，禮拜就搶到一隻爵士鼓的大師，真嘅大師級嘅，佢曾經擔任世界大擊樂協會嘅會長，世界呢？該是 TV 是做那種最高的啦，特別來到台灣來表演，還有一隻墨西哥嘅美洲嘅爵士嘅鐵琴，兩沙合作。唔過按到一團算一類國家聽聽，咪族啦，一族按呢。唔過聽講一擺後有一類 T 擺參加嘅，除咗亞族嘅馬來西亞之外咧，還有咧非族嘅呢。係，一擺按演啊，真嘅咧 T 擺搶到有非族嘅團體來，係來自埃及，大家都啲嘅金字塔，應該係埃及。除咗有歷史以外咧，其實佢嘅音樂咩係清香嘅吼，真厲害。因為埃及從非洲嘅最北，然後喺亞洲跟歐洲交界某沿嘅所在，所以佢文化咩東有變化，有中東嘅手鼓，也有阿拉伯的鼓。從方面講，佢係踢踏舞咯。他這個佢兩咩從影嘅踢踏舞嘅，就從應該就兩蠻老舞蹈結合，佢拍又有樹撲樹，還有踏腳啦，大神梯按用嘅上來做一隻表演，咩都有創意，還有佢呢度咩要帶動到奇奇怪怪，全部加傳統嘅樂器來。嗰時候從我睇到一隻埃及嘅，也係團真勁係動有名係冇，啲名路行後哇，搜尋係動過嘅呢，動有人氣。呢隻團體你們做得講非常潮哈，當流行，今日都表演翕嘅樣片咩當書房樣。用咩按慢將搶到幾下條哈？呢隻團體冇當久，咩將4、5年啲，因為兩萬爆紅，所以禮拜就特別來搶來。從日就係 TPA 搶來係冇。唔過剛剛講到嘅吼，就係拍啲國家就錯嘅，就係今年吼也啲台灣出嘅注重聽以外咧，咩有咧推動嘅，而咧哇將成立冇幾久嘅，而咧打擊樂團係冇。呢一隻寶寶鼓樂團呢一隻團體咩當 TPA 係朱宗慶打擊樂團嘅副團長，我副團長何鴻渠老師去搞嘅，喺初屆推動成功鎮三仙台白手連部落的，暗衝一隻非常小的細漁村，呢一隻村就差唔多將80戶啊幾多人啲，冇幾多百上。唔講從畫面上看到嘅，佢條年齡層真勁動細呢，嗱家下看到嘅拍啲國家就冇共用嘅。呢一隻團體我哋就邀請來做開幕嘅特別表演，為做乜嘅可以請呢一隻團體來做特別表演呢？因為呢一隻團體，佢成立嘅歌唱當特別，因為原來佢哋哋用嘅呢條鼓全部係回收資源回收，就地取材。該寶寶嘅意思就係阿美語的符筒，雕木嘅啊，它定製漁網嘅符筒，又用那個漂流木來卡做佢鼓身，用該
快铁的鱼苗的来中间塔解到皮，所以两只几只股啊变种两万迄两只部落非常有特色的一只乐器啊，因为安阳的关系，所以希望安阳原住民小朋友的最新的、最有生命力的表演，好呈现在国际的舞台上。因为像大家地道的也年出名吼，他有就係啲瓦山嘅卡道啦吼，当时有一点瓦海嘅啊，系因为也海吼有变做有这个自创、这个创作嘅，创作也宝宝鼓呀种东西。不过刚刚看到吼，就係新年嘅卡道，咩係伊咧问题啦，伊咧现象啦，就係啲呀下啲拍較配角嘅素材，唔係老人家，就係新年嘅，唔係後生年我係新年嘅哦，係冇係。因為今日咧後生嘅人全部做都市咧工作，賺錢啊，做喺部落做嘅新年留喺老人家啊，因為佢哋咧音樂天分特好嘅，懂音樂感、節奏感，所以。而去尋來乜嘅嚟演奏，也冇樂器，所以七家發明嚟做，實在了不起。唔講吼，一拜下也就老家就講有機會哦吼，啲國際風、世界風按多按強，加下講到嘅咪吼人氣旺嘅啦，冇辦法做世界級欣賞級嘅吼，喺面前喺嚟表演嘅吼，嘅時節吼，也新年嘅佢就糖到係用嘅。會緊張吼。當然興奮多於緊張啦。啊，不過當歡喜以外，佢哋就做經常講，唔係按樣嘅練到最好，因為講該全部用手打到全部種起來，咩繼續練啊？因為對佢哋嚟講，禮拜嘅機會可能我等到有下擺嘅機會唔對佢叫咧。好，所以禮拜。按樣嘅機會本期了就大家都懂把。從禮拜一隻表演就係啲開幕式嘅時間，出題也注重傾，就係每位有寶寶鼓嘅表演，就係啲開幕式，就係5月26號坐台北嘅國家音樂堂。從家條嘅表演啊，他有剛才有講到係注重傾嘅副團長，或是聽說也就搞家條就錯嘅，咩算係咧成嘅創立嘅團體，本家就真經有欣賞好高，冇辦法就。像唔家下講嘅，佢條天賦懂好啊，懂有才情啊，唔過就係自家啲嘅教聽聽安尼。因為佢哋都有間樂器發明了後，做大家做按樣背起來，冇上課，轉到下做嚟教了按樣聽。後來你哋副團長去教，開始會看譜，開始會算打拍子，慢慢咧，有曲嘅咧，慢慢咩會表演咧，好用嘅開始。啊，不過因為佢天分當好，其實高嘅懂講，所以慢慢組織以後呢，慢慢坐喺當地是變講，當有特色嘅一種像觀光景點，當然會特別一看。因為嗰位真見懂配角吼，而家講幾名咩懂蟲嘅。因為佢所在就做海巡，當然台東嘅個蘭嶼還有達悟族的，按過佢哋就冇用打鼓嘅，用唱歌嘅跳舞。叫自家特色。啊，點樣阿美族從台東點都發展出一種大金樂嘅特色。真見係冇按過嘅事情啦。古時候咧，大家吼就做得看到啊啲台灣、台東啊，吼，而咧阿 Miss， 佢條伊咧大金嘅寶寶鼓嘅伊個樂團吼，咩做得啲日擺國際行吼做得發表不太家啲哦。唔過家下咧吼，上一趟嘅時節先生就有講到嘅，佢根本有帶來嘅動貼片夢想用嘅樂器，等下表演不太家啲哦。嗰時一下先來聊一下。
站到呢，因为刚才你伫打的时间，我就感觉也做当空的，鼻也嘟嘟嘟嘟嘟嘟，劲痛啊，係啊，有真痛安尼呢。哇，做啲老太家小記一下，也係樂器喊做乜咁名，係喺哪隻國家嘅樂器咯？你只樂器可以係唱樂嘅，有當到人唱歌啊咯，飛碟。飛碟吼，係啊。你只樂器非常的特別，係瑞士嘅。瑞士，手工大做嘅，好，你只樂器有攞 hand 做攞手鼓。我哋點樣攞飛碟鼓啦？你只樂器全部係鋼做嘅，好一種合成的鋼，好啊調音材料，你一隻圓圓的起，好，還有一隻弦。嗰個打嘅時節係打圓圓的底度，還係順條嘅裂鉗。哦，外圍就錯嘅。啊，你只樂器咩做唔得用其他樹以外嘅東西，咩做唔得用棍嘅，也做唔得用錘嚟打，因為會。唔過佢一鋼啊，唔係銅硬咩？已經打到東坡嘅，東坡真要按樣嘅共鳴。像一種聽說愛手工做係冇？係愛手工做，因為用機器就算做出兩隻弦，咩冇法度按準，要調到你按樣嘅弦。哇！真正剛才有講到吼，注重輕樂團啊，其實你係咧求新吼、求變化咧樂團，嗰時候當年係喺特別吼要吸收到哪一隻國家吼有冇響樂器嘅時節，就會從也係萬人拿進來咯。你喺你哋出國去看到人表演，後來坐台灣去查當到網絡上去查，原來你就係瑞士嘅人發明嘅，後來就請到人去聽，經過2年才做好才寄來。哦，嗰時候也係啲也注重傾係忙運過台灣。之前係冇人係冇，啲台灣有人教也冇，你喺台灣第一就有了咋。嗰時候唔只人家就出團嘅時節，去到國外嘅時節，只可能冇乜噶行李有冇進來嘅時節，可能要動到樂器就做。有樣，你就去到那邊，去到一隻國家。大家有限嘅時間，一定會先去樂器行去看嘛，看有乜新嘅，也係去看人嘅表演，加當地嘅人嘅表演，看有乜嘅較特別嘅東西。啊，你就做得，不管係學人樣嘅打，也係去買間樂器轉嚟研究。唔過唱日學搭經樂學真叫動到無共樣嘅樂器咩？唔過係唔係要加條年理係共樣嘅？每一番人搭係看到搭個國家有無共樣嘅鼓、無共樣嘅樂器嘅時間，拿轉來應用嘅嚟學咯。你也係看到太開地講，哦，啲佢用樹，啊唔過你哋用樹來打樂器咩動作，像動作鼓咩要用樹打，啊唔過你也隻樂器看起來佢用嗰個啲做磨槍型嘅打鼓，要需要按太啲，加個全部完全用一級數字聽，所以佢打嘅時間將一級數字按用打住做的，你開始幾個數字按8種還連都冇晒，加個。共鳴就本來肉哎呦知掉，所以唱按樣原理了解了後，我來學都冇咁困難。嗰時也聽說係一開始有看到有人表演歌就做嘅。啊，當然了，萬一時代看網絡當多影片也好，當多資源哈，做得看得到，所以你萬要學乜個新嘅東西，此都冇咁困難。哇，除咗也以外咧，觀眾朋友有看到吼，也啲欣賞嘅順風吼，咩有咧？唔係花瓶咧，唔係不用發嘅東西，唔係看獎嘅哦。也咩做得看獎啦，係冇？看起來咩一獎啦，你係咩一隻樂器？你隻樂器係非洲嘅樂器，非洲嘅奈及利亞傳統嘅樂器。你隻國家因為用嘅當到陶器，去來生活當中嚟用。啊，後來有人發現講，按用嘅形狀，因為加啲球形嘅身體嘅共鳴當好。好，開始冇開兩隻孔嘅時間，你搶按用兩隻孔，咩已經有上嚟。啊，後來佢發現兩位個開隻孔做的表演嘅方式又更加多。哦，做得肯定啊嘛，梗係冇用。做得做音色嘅變化，啊，佢哋就係咧做東坡嘅兩隻會嘅嗬，用大時間真有共鳴。嗰時也就係較大力一些咧，比較係嘅。因為兩隻本身就較硬啊，所以你經得起啊用較大力打，所以你就通底下上哈。好啊，好啊。
哇，呀声音真嘅无腔用，唔过呀声吼呀弹起来真嘅有匪族和那土著就系演出名嘅嗰种跳舞啊，和那用嘅时间，诶感觉就有出来。你只乐器因为佢声就较你讲原始嘅声，啊，佢无像台湾嘅要有高科技嘅工艺来制作诶，你就较你原始也好，也讲较贴近自然啦。唔过大呀，系唔系树爱较喷一些咧？可能爱树较唔相通嘅，你知嘛？大约就感觉动通。因为你要创下个打，看见你了打东向，那后来让地讲用了尾骨头打。哦，用骨头哦。打较久会变形嘛？还是无打都变形了，还好啦，还好。不过种样迄肥猪的吼，甲他糖豆的，就迄伊咧欧猪的，就迄咧瑞士的，伊咧迄肥猪，感觉就轻无强用咧。迄迄就迄种亚族的国家、肥族的国家、米族、欧族，迄迄就有无强用族和迄国家己的音乐的特性就无强用，因为人的糖就糖会出来。系啊。唔像迄讲乐器无强用，其实人种咩无强用，讲法个音调咩无强用，当然音乐咩无强用，所以我哋就攀安用嘅国际嘅发通了後，就發現講，每一隻國家也係講每一隻地區嘅人來到台灣。交流咩動神氣，唔咩搶講好來表演添，互相學習啦，哎呀學習了後，佢哋就咩當多人因為安樣嘅平台建立了後，其實變講，咁樣佢做得用美國嘅作品來用假，做嚟融合交流過後，你咪有當多安樣嘅例子係。唔講家講到嘅係像台灣啊，啲樂團吼出現樂杯嘅時節，做得交流一下、吸收一下，加條較新奇嘅東西嘛，較新奇嘅東西。加條來到呀台灣嘅時節 ，TIPC 東南地嘅機會吼，加條會講，加條想去看乜嘅台灣較傳統係係較特別嘅樂器冇？會啊，像當多特別歐美嘅打擊樂家來到台灣。特別會係要求我哋條土機去買個中國嘅鑼鼓，像京劇鑼鼓嘅嗰條樂器，因為嗰條樂器從國外唔係講買唔到，係買到嘅每天學嘅，佢咩可能分唔出來講學費差幾多，我哋條做嘅土機去專業嘅專門買鑼鼓嘅呢條嘅樂器公司去託，佢哋條張地講哇，嗰3年來差按多，做按樣嘅意思就還有像做新莊嘅祥仁合作嘅太古嘅嗰間公司工廠，我哋條咩土機看用嚟做嘅中國嘅大鼓，佢哋條看到咩不可思議講原來按樣做得。上做得安好，因為西洋嘅鼓大部分就泡泡嘅個塑膠皮，也係講較早用塑皮，你太你打一定會爛嘅。中國嘅個中國大鼓，看像呢個沒有，佢個做一標就80年、60年，上也唔會變。也唔會打爛體，所以個工藝是同國嘅層次，佢做咩做得順勢做得行銷一下台灣，就做手工藝啊，手工嘅部分就做。所以佢哋就去到個位，唔想講看到好嘅樂器，佢哋就咩看到原來台灣中國嘅文化安好。哇，有咩去刺激台灣經濟？有啊，佢哋就咩買當多賺，有樣。交流咩就會按你咩，不過家講到有按到，冇像國家嘅樂器啊，還係表演。佢就來到現場聽錯，咩想去看一下，就係台灣注重聽嘅樂器啊，吼，還有也就會表演。現場看老啲嘅明路紅啊、天使紅看到聽錯冇強用。嗰個一擺注重聽啲開幕式嘅時節，會表演嘅係用嘅一類表演嘅方式。一擺我哋就開幕嘅表演嘅曲嘅全部係搖槍。作曲家為朱宗慶打擊樂團寫嘅，特別嘅，全部係我哋就委託創作、量身定做嘅曲嘅。盲式表演過嘅，有表演過，不過特別為到我哋就寫，唔係講拍啥嘢表演過嘅曲嚟嘅。好，你係聽一隻特色，聽呢，你阿媽呢，我聽我講嘅潮流啦，嚇，做嗰跨界，跨界其實。不管你喺文化上嘅跨界，也係樂器嘅跨界。我哋就禮拜有一首曲嘅係打擊樂佬琵琶。琵琶哦，琵琶可能唔係打擊樂表。係啊，佢係弦樂器啊，管樂底部都係彈撥樂器。曲嘅內容係民間故事鍾馗嫁妹這個題材。好，所以喺文化上有中國嘅
故事，吼樂器又有打擊樂、留管樂器來融合，好，按用做的講是，你非常有特色的一種表演。因為兩個相信按用的表演方式，全世界應該除了你做對按用做，真係東風呢。喺下條看到嘅時候，哇，係千模樣樣嘅表演嘅方式。不過聽講入排後，因為啲送拜嘅時間，2011年嘅時間，會變咗台北，變咗台灣 ，TIPC 後會變咗台灣，咩係因為許多嘅高雄表演咧，入排咩行係要留高雄嘅片嚟做嚟合作嘅。留高雄嘅春天藝術節合作了，好，另外呢打擊樂節團體有幾亞集團，本高雄嚟邀請，咩參加了。高雄的春天藝術節，你講入排來參加14隻國家，咩有有兩隻團體，有兩隻，應該講兩隻節目啦，一隻團體做喺個荷蘭的皮克沙，還有一隻目前嘅4隻獨奏家，全部世界全部有得獎嘅木琴家去表演。哦，因為現在從亞方面可看到有木琴木琴，好，木琴們做得從台灣哈，慢慢係做看得到按用嘅木琴嘅樂器，不管你學教也係學打擊樂嘅，們變到當普遍，所以們來看木琴嘅人觀眾看一來係華人呢，位華人哈，佢喺香港出生細就移民到加拿大，們從美國教書，喺世界上當有名嘅一隻木琴表演咧，獨奏家，特別邀請佢來台灣做按樣嘅表演，係本你看到講佢自家作嘅曲，有佢自家表演，就做你頭先講嘅，佢本身佢概念，然後佢作曲嘅手法非常的東方，非常的有華人的味道。唔過咩加上佢也就佢出色素材，還有慎重嘅素材，咩要做咧交流，還有一融合就出嚟。所以佢雖然係華人，唔過佢學習然兩萬工作全部從歐美，從加拿大到美國，所以佢其實使用嘅片面要做技巧，加技術有同西方嘅經驗最厲害的，唔過思想跟哲學是很東方。哦，係東方嘅就錯。嗰時候咧，見到啲嚟燒嘅，吼也台灣咧國際嘅打擊樂節，吼真係要東方嘅，又要西方嘅，真係東到無強用多變化嘅團體，就係東豐富吼。下一趟咧還要行卡精彩內容哦，一下吼大家先嚟去看一下，等下再幫補大家啲哦。歡迎進到現場，今年學講表播本大家啲嘢咧，就報本大家好聽嘅音樂個台灣國際打擊樂節嗬，哇呀打擊樂嗬，講到呀台灣嘅打擊樂嗬，聽說就會上到喺注重聽咩，剛才有講到，一開始其實就有講到呀，王先生係自稱咩先生咩嗬，第呀注重聽係幾多年嘅咯？今年算起來已經第27年。27年，睇要算一下，呀咋 TIPC 係1993年。今年第21年咧，TG 之前就做樂團嘅。哇，元老。所以到今年為止，用8屆全部有參加到。哦，嗰時唔嘅 TV 動程嗬，唔嘅公立咩動程嘅係啊，按到目前嘅國家，到今年已經有77團嘅嗬，77團來參加過。keep 數佢也就會進化，係冇？其實對我來講，呢個工作當前期做嘅按好嘅工作做得，看到按到好嘅音樂會，團體啊，認識按到厲害一個表演嘅人，其實學習嘅當多，我自己感覺心得嗰種感覺最感動、最應該講最有收穫嘅，就係看到呢度。不管你係乜嘅年齡，也係乜嘅國家，也係乜嘅程度嘅專業哈，其實打擊樂就有一種魔力哈，就看到打擊樂嘅人，
就强用就像平安尼打鼓的人，懂好沟通，好，你唔是用语言，也唔是哦，一听到讲，你要来打嘛个节奏。嗰時人家就會聽出動作的體飛嘛，但係音樂冇骨嘅就錯嘅。錯，就拿到樂器打起，順頭嘅人就停停打，唔是2分鐘，就做點批點。規件嘅人全部有懂共鳴的節奏哈，甚至於按用嘅音樂就做的表演咧，因為太好聽了。因為這種人家就親自他去快閃呢，嘿，真緊就咚，按你就馬上有感染力。我相信係有樣，另外是知道打擊樂最迷人的就係按用嘅，因為你不管係你講嘅動感，好，跟係刺眼咧，好，你彈到音樂，你有個節拍，你人就會聽從會按用隨的節拍打，哈，也係講身體會按用聽同，你其實係懂天生自然的，你只是把它再用樂器來打出來。不過一開始啲來學習好呀打音樂嘅時節，相信欣賞咩係從畫面上有看到欣賞啲表演啦，聽到一開始啲學嘅時節，聽說係學家基本呢就錯嘅，大家知道嘛？家係打音樂嘅就會顧咩？好就聽說係對呀開始就錯嘅。唔過人都也已經按久嘅咩？嗬，都也注重聽打音樂團咩接觸嘅按到目強嘅樂器，你知道對頭擺嘅傳統嘅都也係按到創意目強嘅樂器啊，按你變化嘅高長低度，你自家知道感出特別深嘅係嘛㗎？應該咁講，我有基礎嘅當然一聽落，你都從細學嘅時節就帶一隻鼓聽咧，冇想到我打到按到樂器，好，不管世界各國咧，你就有機會好學，該是後來嘅事情。開始嘅時節就基礎我打好了後咧，你我有一隻按用嘅團體也好，我有一隻你的天地，哈，如何本意發揮啦，應該咁講，好，所以我哋從朱宗慶打擊樂團20幾年來，不管係自家表演，也係看人表演，也係邀請人來表演，好，真有按好嘅機會。個最重要嘅為做得按用演奏也好，教學也好，大概全部按用參與全面，其實最關鍵、最重要嘅就係熱情，而一層油。當到人們講哈，你哋都20幾年，嚟講我係咩最資深咯，還有團長、首席跟副團長，佢還有都28、9年，然後做創團就開始嘅，所以我哋都大家就從兩位樂團強下工作，強下教，咩青社會沒有10多年咧，啊，大家就因為好搞又神奇，所以那個熱情一直都在。你就會覺得，唔過像一熱情吼，可能係咧你自家有興趣咩吼？一按多年以來吼，剛才有講到要求新求變，做唔得一成不變有冇？唔過一成不變，改變嘅話吼，聽說有動無強嘅創意呢，有想法。我知道因為像王先生也聽說唔是講乜個技巧啊，乜個，聽說就因為基本功就唔是講嘅，也係唔係啲訓練下一套嘅時間出題也基本功愛練以外，係唔係真困難係發揮佢嘅創意，有動到你就知道打擊就係打擊聽聽，其實也係想法係咪剛才有講到嘅舞頭啊、戲劇啊，還有係剛才有講嘅老東風嘅有冇？哇，鍾馗家咩？哇，就做一類融合係冇？要不然就算我自家來教學生嘅，我要從頭人學生講，你哋唔好做頭腦做想到搶會打聽，該真嘅是最簡單、最基本嘅，好，佢做搶。做廚師咩？頭腦都想到，我煮杯熟聽，該有乜嘅好變化？你要想一樣嘅更進一步，有人做過，我來吃看啦。好，所以一直按樣嘅訓練下去，兩晚我哋就2團、3團後上嘅打擊樂家，咩動有創意啊，有啲嘅時間，佢哋啲嘅想法，我哋都很。真嘅咧，當歡喜講，哎呦，戀愛你都做很想唔到嗰樣嘅事情，好懂。哇呀，真嘅喺線上感受到好親安慰嘅啦，哇，我喺線上，因為像人家就聽說唔會嘗試啊，聽說你下一套係比自家更加好嘅吧？冇唔得，佢哋就變啊，你就更加好。做啲交班啊，啊，我真嘅動子真嘅安尼。唔過像人家就教音樂教按久嘅人吼，尤其係打音樂，因為有動到人就知道鋼琴啊，係起碼就會聽說有樂器嘛，吼，會帶點走。唔過像人家就打音樂嘅係唔係無聊嘅時間會樹動用啊，吼，就做得你凊彩就做得你。係啊。其實該有樣有，開始你因為愛有東西來打，你就做得想講，
抓乜嘅東西做得出乜嘅上，啊來安排。巧思啦，好，該做創意。可是你講，像而家有啲家長吼，愛教育生意咧，唔好凊彩拿乜嘅碗盤來打，該是沒有營養，你做唔得有破壞性嘅。完全咩最重要。好，所以我哋就鼓勵學生哦，你做得去嘗試，啊唔過第一做唔得有營養，不能破壞。好，第三個你要本人看到。也係躺到是舒服的，你唔可以製造噪音，哈，該咩唔好，好，所以按用嘅原則之下呢，提升生意裡面有生意的創意，後我們的下一代也有下一代的創意。不過亞伯吼也注重聽吼，啲也一禮拜嘅時間將表演一場聽聽，唔會知道唔拉嘛，冇供應啊。台灣的觀眾朋友看朱宗慶打擊樂團的機會較多，所以我哋就這樣想講，組團7家表演一場。特別做開幕的特別演出，其他的場次有機會，當然會本國外表演者較多的機會，所以我哋就做表演一場。不過國際的掠到表演呢，全部希望佢哋就多出台灣表演，越多場。不過一擺吼，剛才有講到，就係對崇拜開始就已經唔單唱啲台北聽聽咩，一擺又有按到嘅團體，有冇14隻團體14隻國家吼來到台灣。做得太有講一下啲台灣哪隻縣市就有冇？總共有10隻縣市，台北市、新北市，還有桃園、新竹，還有台中、嘉義、台南、高雄，還有宜蘭到台東。哇，就差東岸嘅南投聽聽。花蓮還蠻滿意。嗰時候真正係全台灣嘅順飛呢。所以你按用嘅做得。本全台灣的觀眾朋友，你做得統一最強的素材，最有好看。冇法就係統一輕描輕刺嘅，輕描輕刺嘅國家嘅樂團嘅表演咩做得。所有嘅哪位哪日哪團表演哈，到我哋嘅網站來看就做得。我有看過佢嘅網站，那個 DM 表演嘅時間咁長啊，因為入嚟真正係愛本也都有團體後拉擺就錯嘅，哇！一個團體可能會只有動到長，還有一年有動到長嘅表演咩？最多嘅就5月31日嘅日。全台灣今年就總共有8場。不過嗰陣時我接圈5月節的呢。所以大家應該有限做啲表演嘅時間，歸家來看啊。嗰時候係第5月26號到6月初1開始，唔係開始，就已經結束嘅。6月初1為止。一禮拜就錯嘅，一禮拜嘅時間。唔過啲順飛嘅歌場也注重輕樂團，係唔係咩愛停定安尼？我呢度團員咧部分愛分帶團，所以像我7家，我做喺附近荷蘭咧，個皮克沙打擊。7家拖嘅嗬。係，我做分配到兩團，我做我7家表演了後，我開始做接待嘅事情。因為我7家咩知道，從國民外交咁樣我突擊呢度表演，我照顧好。表演了後，我突擊呢度，我去夜市食小吃，也喺意思頭，開始對當有些群演員啊，突擊呢度。真係喺導遊嘅做4條就錯嘅，係意思咁樣。如果咩喺你行銷台灣嘅方式就錯嘅，我見本日後康標波部門睇家啲嘢咧，真係喺咧台灣後國際大型樂節後聽重要嘅，就係5月26號到6月初1號，啲台灣全台灣咯，就有咧做咧順飛嘅演出咯。見本日後咩動感車。就係也注重傾大型樂團呢，王先生嚟到現場，然後大家收嘅很多精彩嘅活動哦，什麼大家？好，一下定下後就聽先生做啲鄉下嚟做運動了。